来这件咧，是这个啉酒开车要来闪警察，竟然是跳落十赞楼深的高架桥骹。这是半暝2点外，台64快速道路新北市邦桥往三重埔的方向，有一台汽车是驶夭寿啊紧，在转弯的时阵并车，驾驶家己爬出来，听到好心的民众帮忙报警，伊竟然是爬咧浪，刷落来听到警车的声，竟然是直接跳落10赞楼深的高架桥骹。警消伫草埔顶找到人，已经袂叮袂动咯，佮闻到俊重的臭酒味。这个酒测但是高达1.05毫克。那这颗的这个量实在是真大尾，危险的悬的所在跳落来，竟然只变啊骨断去，实在是祖公啊有保庇。警察上人员摕手电啊，伫伫要半个成人遮尼悬的杂草当中咧找伤者，因为竟然对10公尺悬将近4层楼的高架桥顶跳落来。真无简单，总算找到病人，伊倒伫涂骹，根本无法度震动。伊对快速道路高架桥顶跳落来，骨头断去，讲发现规身躯拢是臭酒味。希望帮我找一下他的证件。3月11半暝2点外，台64线快速道路新北市邦桥往三重埔的方向，黑色轿车敢若过弯的时速度伤紧变过，好心的民众停落来斗报警，不过驾驶行出来了后，就家己用走的，听到警察车的声音，直接对下骹跳。初步诊断为肋骨断裂，另抽血换算检测值为1.05。好加载驾驶跳落来所在头真高，伊除了骨头断去无性命的危险，只是因为心喜来跳桥，毋但是肚皮痛，啉酒了搁赛车，搁爱负公共危险罪刑责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